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想确认理赔进度，大概多久会拨款呢？我们收到完整文件后15日内会给付理赔金。可以请问他留下多少保险金吗？系统显示是500万元整，会汇入您指定。爸爸有500万的寿险，我有保一份寿险，保额500万。500万了？那些房子跟土地，终于可以赎回来了。这边是您父亲的寿险资料，这份保单有指定受益人，受益人是配偶。指定给配偶啊？是的，所以将来理赔会直接拨付给先生的配偶。这跟土地的事情，妈妈这边就抛弃继承，免得以后妈妈老了这件事情又在政府课税一次。